主后2023年10月28日，每日圣安公读经，甲人同行的上帝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以赛亚书第7章第1节到第8章18节。乌西亚的孙约坦的囝亚哈斯做犹大王的时，随亚王利沁甲利玛利的囝以色王比加进军攻击耶路撒冷，毋过攻袂破。有人甲大笔假讲，叙利亚甲以法莲联名，亚哈斯的心甲人民的心拢惊吓皮皮喘，亲像树林内的树，互大风吹震动。上主对以赛亚讲：你甲你的囝西安雅述出去迎接亚哈斯，伫上池的水沟口，探到漂布场的大路见伊，甲伊讲：着谨慎，着镇定，毋免惊。毋通为着这2支得庆宴的火把，就是得大发受气的利沁，甲因叙利亚人以及利玛利的囝来惊吓失胆。因为叙利亚甲以法莲以及利玛利的囝计谋攻击你，讲：我要上去攻击犹大，侵占征服伊。我要设立他比勒的囝做王。所以，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这代志袂成功，一定袂实现。因为叙利亚的首都是大马士革，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利沁；以法莲的首都是撒玛利亚，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囝。65年内，以法莲一定灭亡。恁的信心若无在，恁绝对徛袂稳。上主阁对亚哈斯讲：着对上主你的上帝求一个记号，无论对上帝的深渊，还是上悬的天顶来。毋过亚哈斯回答：我毋求，我无要试探上主。先知就讲：大笔家啊，着听，恁互人验恶，减算小可事，恁减嘛要互我的上帝验恶。因为安尼，主要亲自互恁一个记号，看咧，有一个少年女子为怀孕生囝，伊要叫做以马内利。到伊会晓拒绝恶，选择善的时，伊要有刺肉甲蜂蜜通食。因为这个囡仔会晓拒绝恶，选择善以前，恁所得惊迄2个王的国土，拢会彻底荒废。上主会互亚述王带来的患难临到你，你的人民，甲恁老爸的家。这是以法莲对犹大分裂以来毋捌有的患难。伫迄日，上主会发令对尼罗河的源头调一雨神，搁对亚述地调一蜜蜂来。因拢会飞来歇伫行的山谷，招壁蜂以及一切的刺皮甲草布。迄时，亚述王亲像主对幼发拉底河对岸阻来的剃头刀，主要用伊甲恁的头毛甲骹毛，甚至恁的喙手拢剃掉。迄时，一个人会饲一只母的牛仔，2只母的绵羊，因为有充足的年。国内所有村落内的人，拢会当食刺肉甲蜂蜜。迄时，种1000丛葡萄，
逐云一清的所在，拢会发刺皮杂草。人着带钱甲经才敢去遐，因为所有的土地拢互刺皮杂草盖满。所有用猪头种做过的山地，因为有杂草刺皮，人毋敢过去，变做放牛去食草、出在羊吞踏的所在。第八章第1节，上主对我讲：你摕一块大地板，用通用的字写马赫尼、沙拉力、哈斯巴斯。我要用可靠的见证人，就是祭司乌利亚甲亚比利加的囝撒加利亚为我作证。我甲我的妇人人女先知同房，伊就怀孕生一个查甫囝。上主甲我讲，甲伊号名叫做马赫尼、沙拉力、哈斯巴斯。因为囡仔会晓叫阿爸阿母以前，大马士革的财富甲撒玛利亚得到的战利品，拢会互亚述王抢去。上主阁对我讲：既然这个子民拒绝西罗亚慢慢啊流的水，颠倒去巴结利信王甲比甲王，所以你的主要带亚述王甲伊雄猛的大军，亲像幼发拉底河强猛的水冲过河沟，满过河岸，流入犹大阴到暗滚，造成泛滥。以马内利，上帝甲咱同在，伊的舌踢开，盖满规片土地。列国的人民啊，做恁联合结做队。恁会彻底受毁灭。对遥远的所在来的，着注意听。做恁避战，恁会彻底受毁灭。做恁避战，恁会彻底受毁灭。做恁去计划，一定拢无彩工。做恁去想计策，一定袂成功，因为上帝甲阮同在。上主用大气力的手牵我，警告我毋通对即个人民的骹步行。伊讲，即个人民得讲的阴谋，恁毋通对得讲。因得惊的，恁毋免惊，嘛毋免忍。恁着尊重我上主万军的统帅做圣，我才是恁所着敬畏着带的。我会成做圣所，嘛会做互以色列两国跋倒的石，塔盖的大石头，做耶路撒冷住民的活大甲罗网。真侪人会伫迄顶面着踏、跋倒、受伤，因会互人摸着、掠着。恁着甲律法的册卷起来，伫我学生的中间甲教士封起来。我要听候上主，伊月头无看顾雅各的后代，毋过我要仰望伊。看咧，我甲上主赏赐互我的囝儿，拢是以互以色列的条头甲记号。上主是踮伫锡安山的上主，万军的统帅。甲人同在的上帝，叙利亚王利信和以色列王比加联合做伙，要攻击耶路撒冷。犹大王亚哈斯和人民听到消息，拢真惊吓。亚哈斯王并毋是敬畏上帝的王，总是上帝钦听伊的子民，要透过先知以赛亚传达拯救的信息。上特别的是，上帝透过以赛亚吩咐亚哈斯王向上帝求一个记号。无想到，无敬畏上帝的亚哈斯竟然用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讲：
我毋求，我无要试探上主。因为安尼，以撒直接证明上帝的旨意。主要亲自互恁一个记号，看咧，有一个少年女子会怀孕生囝，伊要叫做以马内利。先知有言的以马内利记号，今日咱知影，就是咧指耶稣降生，伊是上帝互人类的拯救记号，也是伊甲人同在的记号。伫先知以赛亚的时代，以马内利上款是上帝互犹太人民的平安记号。虽然因拄着无好的王，阁有敌国逼近，总是上帝有缘要透过伊的同在，互犹太人民全然的平安。可惜亚述伊并无信靠上帝，一心一意，敢若想要向亚述王求助。虽然亚述王起初帮助亚述攻打叙利亚，总是亚述冒犯上帝，所以上帝互灾难临到，亚述王落尾派兵攻打犹大国。伫咱的一生中，确实需要以马内利的记号。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，先知宣告上主的话讲：毋免惊，我不是甲你同在；毋免惊，我是你的上帝。我要互你坚强，要帮助你。我要用胜利的正手保护你。当咱伫危急患难中，确实心会惊吓、无助、艰苦。总是每当咱想起以马内利的记号，就知影上帝甲咱同在。其实咱上大的危机，并毋是遭遇患难，是伫患难中无经历上帝的同在。就亲像亚述王，虽然上帝应允要互伊一个平安的记号，毋过伊煞毋愿相信，还冠冕堂皇，讲伊无要试探上主。其实伊的问题就是毋信上帝。今日咱毋免搁再求记号，因为以马内利的上帝已经透过耶稣诚侪永远的记号。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救赎，就是永恒的救恩，带来上真实的平安。以马内利的应允，毋单单互以色列人，也互见那信靠上帝的人。相信这个应允也要临到咱台湾。台湾虽然处在敌人的威胁中，总是只要咱不断向上帝祈求，上帝的确袂容阮无公义的强权欺负台湾，也袂容阮破坏和平的力量继续存在。咱相信公义甲慈爱的上帝，的确心中伊的公理，上帝要甲追求民主、自由、和平的台湾同在。默想，我捌经历过上帝的同在无？上帝的同在带予我安怎的感受？我捌经历上帝的同在无？上帝的同在带予我安怎的感受？咱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我相信你透过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以马内利记号已经实现。你差派耶稣来到世间，就是你的确要甲阮同在永恒的记号。当我面对患难的时，愿你互我确信你的确甲我同在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